喺珠海主城區嘅900零萬就可以擁有珠海最頂嘅大平層，252平方，究竟係一種咩神仙體驗？跟住鏡頭嚟探討下。專梯入戶，只不過佢冰山角出到嚟冚唪唥都係送俾你㗎。過到嚟呢邊咧，呢個 feel 真係非常之好啊！好適合我哋香港、澳門朋友逢六必將呢個意非常之好 OK。然之後呢邊咧就我哋智能數控啦，手機咧都可以連接，直接可以安排晒每一間房間細緻到廚房嘅家私家電嘅控制嘅。嗱，先睇下右手邊係有咩嘢先。第一個有我哋嘅公共衛生間，呢邊嘅設計咧，戶型係去到5房2廳，5個衛生間3套間啊！呢度可以做一個長輩嘅間，非常之 OK 嘅。所以話喺呢邊同時可以實現到山景湖景，哇！呢個 view 真係太正，約100平方10米開間嘅會客廳，哇！喺珠海有邊幾個樓盤可以俾到咁大嘅空間？5個手指都可以守得晒。嗱，過嚟呢邊就係我哋一個煤溪水庫啊！呢度係個5樓嘅位置，以後咧對面呢度就係我哋2期嘅建築物嚟嘅，所以而家睇起身係比較有啲核突少少，但係唔緊要啊，時間會磨去一切嘅。呢邊就係擁有我哋30平方嘅無人機外賣平台啊，非常之舒服啊！過到嚟呢邊咧仲係打通咗一個房間嘅位置，可以做一個少少嘅飲茶嘅地方會客廳啦。我特別中意佢呢啲中西廚合併啊！接近8米，所見即所得，要記住所見即所得啊！我想知道咁大個戶型究竟係咩人群會買到咧？每一次睇咧都係人生嘅夢想，呢度可以做一個保姆間，啱啱好夠嘅，1米8個房個床都可以做到嘅，1米8嘅床都可以做到嘅。咁呢一邊仲有個邊廳啊！咩叫做邊廳？係大面積先會擁有，而且咁大嘅面積先係收你3蚊雞1平方。嗱，樓下咧就約2400平嘅一個多功能會所，過嚟呢邊睇下，約50個平方嘅一個主人間，非常之舒服啊！佢呢個真係甚至乎比好多家庭個廳仲要大。最中意佢就係一個 L 類型嘅衣帽間，買得呢度話真係身份地位嘅象徵，唔係話一種享受生活，根本就係5代同堂開住好多年，或者係終極改善嘅需求嚟㗎。嗱，啱先我就睇咗3間房啦。對於呢啲戶型，你覺得有咩見解或者係唔同嘅諗法，都可以講喺評論區落邊嘅。再跟住鏡頭嚟感受一下，另外嗰2間房就真係極致啦，做得。假如你細蚊仔比較多嘅呢度，你睇下，有我哋衣帽間，而且仲有一個衛生間套間喺度㗎。好方便就係我哋1男1女居住，因為有時候長大咗有啲私隱性嘅。呢邊仲有一個露台嘅位置，所以話法講究嘅就係戶型嘅實用同埋你真正嘅居住習慣。OK 嘅喎，面積都好大，呢度都係有我哋一個套間，全部都係智能馬桶、智能家私家電㗎。咁對於呢一次香山湖畔呢個252平方，你哋係點樣睇呢？如果感興趣，可以留低3條5，我將呢邊嘅詳細資料都 send 俾你，等你慢慢研究下，你就知道有幾香啦。